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美丽岛事件，到今年满40周年，文化部特别举办国际研讨会，邀请国内的学者、甲南韩、甲香港的专家，透过美丽岛的事件，探讨东亚地区的民主化运动。当年因为美丽岛的运动去互掠去关的总统府的秘书长陈菊，回想到迄段历史，是真感慨。让我们一起勇敢地大步向前。 甲美丽岛事件受难者共同回忆当年迄段血泪历史，总统秘书长陈菊深深感慨。当时的压迫、威权、戒严，让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有机会能够反抗不义、反抗压迫，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理想。 1979年，诉求民主自由，引爆美丽岛事件，嘛正做台湾民主历程中重要里程碑。今年5月，促转会公布上新一波刑事判决撤销名单，其中包含陈菊。文化部嘛特别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，以美丽岛的事件探讨东亚地区的民主化发展。很多政治学者都把台湾民主化归功于蒋经国先生。我觉得这不是完全错，可是是一个完全扭曲的一个印象。国家人权博物馆当时嘛规划美丽岛40周年特展以及纪念仪式相关的活动，后面将机会了解过去台湾为着追求民主自由所留落来历史印记。